請注意，此影片含粗俗用語，不適宜兒童及易打難症人士觀看。日本樂天 Super Sale 又嚟啦！今次竟然仲為咗我哋呢啲海外買家提供難得嘅全球運費回饋制，買夠數就可以拎1000yen運費回贈，同一個優惠每人仲可以用2次添。想拎盡 Super Sale 着數，只要登入你個戶口，喺活動頁面撳個掣參加，就可以享用各種限時優惠券，搶嗰啲輪住樓上架嘅超值限時秒殺商品。當然唔少得俾你賺點數當錢使嘅購物連環賞啦！新加入嘅會員更加有專享優惠俾你再賺多啲。日本樂天見上幾次呢度嘅觀眾都真係有用，今次 keep 住提供成波之路獨家粉絲限量優惠券。登入戶口撳 info box 條 link， 搶咗張 coupon 之後買嘢就有獨家折扣。coupon 可以用嘅名額有限，先用先得。上次搶唔到嘅，今次梗係喳喳林用咗先啦。優惠詳情水蛇春咁長，想買嘢買得最抵嘅就要睇晒 info box 先好落手啦。計計埋埋，仲要集運都有運費優惠，而家簡直係全年入手最抵嘅時候。唔想大家亂衝，使冤枉錢買垃圾。今次揾咗10個可能係日本主婦最愛嘅牌子返嚟，冚唪唥都係熱門得嚟又啱香港用嘅嘢。呢條片有實物出鏡嘅，我都入咗手有用開。除咗新買，全部都係日本製嗰扎，仲有啲我之前買落冇後悔嘅正嘢。我將佢哋啲 link 擺晒喺 info box 噶啦，睇完覺得邊件啱使嘅就拎去用啦吓。Wintercraft 原本係個美國牌子，但日本係佢哋賣得最好嘅市場。啲日本人屋企好似 default 至少有一隻佢哋嘅不鏽鋼鑊咁。要揀喺日本最受歡迎嘅，就要留意下 M 系列，多層金屬構造，熱得又快又勻循，冚埋隻鋼水一樣咁足嘅鑊蓋，就有出色嘅保溫保水功能。最吸引係呢啲高質嘅鋼鑊幾暴力散，佢都唔會生鏽，除非你揾坦克車碌佢，如果唔係真係分分鐘用成世都得啊！要講耐用到可以拎嚟做全家之寶嘅鐵鑊一樣得。因為日本製3隻字，我就喺 Wintercraft 同佢之間揀咗 Riverlight 嘅極系列。作為幾十年嚟日本國民級嘅鐵製鍋具，呢條拉出嘅款式同 size 都好齊。我喺入邊揀咗炒鑊連不鏽鋼鑊蓋嗰 set， 隻蓋甩落滑捋捋，感覺好高級。粒的同隻鑊碌手柄一樣係木做嘅。買嗰陣除咗有深淺兩種木色揀，仲可以喺手柄免費刻名添。佢雖然唔係之前拍片推介過另一隻牌子 Amber 嗰種超輕身嘅鐵鑊嚟，但係28cm 咁大隻都仲可以單手拋鑊。鐵鑊嚟講點都唔叫重先啦。跟機嗰本日文說明書教晒你點用，唔識用電話即時翻譯功能睇嘅，上網輕輕 search 都有大把中文教學睇，我肯定令你睇得明。其實所謂嘅開鑊都只係倒篤油落去，一邊掃勻一邊開細火燒佢幾分鐘咁啫。冇乜技巧，又唔使搞到好似火燭咁大煙。如果你有用鐵鑊嘅經驗，會同我一樣覺得係特別好用，煮飯零舍快手。假設你只係用過2結鑊，加上呢隻係你第一隻鐵鑊嘅話，我唔敢話佢係史上最易上手嘅。皆因佢熱得好撚快之餘，同時熱得好透。一個唔覺意大火得滯，隻鑊就會熱過籠。過熱落油唔止會搞到好大煙，啲嘢仲好易燶撚晒添。其實只要識睇啲煙係咪太大，知道乜嘢叫油紋，識分啲油夠唔夠熱，同埋煮緊嗰陣識得控制火力嘅話，就叫冇得佢掂，發揮到佢應有嘅表現。用佢全程都冇必要開大火，落料煮之前，隻鑊同啲油夠熱嗰下，只係會見到明明白煙嘅啫。有煙霧彌漫嘅感覺嗰下，就代表隻鑊熱得滯，個火開得太大，要降下溫先煮得。你一冇得佢掂，就 get 到乜嘢叫好用過2結鑊。隻鑊新開，求其煎第一隻蛋，已經勝過2結嗰啲。我試過用佢開中火輕輕兜2兜，就炒到碟飯粒跳下跳下嘅生猛炒飯。炒完上碟，鑊底都好似未用過咁滑溜嗰下，就感動到愛上咗佢啦。一邊食住兜大排檔 feel 嘅鑊氣炒飯，一邊讚嘆炒得好過出街食，真係好撚滿足。煎嘢炒嘢追求有鑊氣嘅，一定會好似我咁中意佢啫。
不過衝去買之前都要聽埋下邊先。雖則明火定電磁爐佢都上到，呢啲鑊常用電磁爐嘅話，都會有鑊底變形嘅風險。屋企得電磁爐嘅真係要三思。同埋有鑊氣嘅代價係油煙，用佢的確會比用易潔嘅大煙啲，油又彈得多啲。冇裝抽油煙機嘅都要諗清楚先好落手啊！隻鑊係就係會越用越鮮，越煮越好用，但前提係你要用佢先得。平時冇煮開，只係大時大節煮一次半次嘅，我就唔會買啦。仲有用佢冇可能一定油都唔落，堅持行無油路線嘅，佢真係唔啱味。聽完都覺得冇所謂，又唔介意佢唔入得洗碗碟機嘅話，我都數唔到乜嘢藉口阻止你。買咗咪可以好似我咁，次次用完都喺度打飛機，讚自己買得好咯。推介鐵鑊同不鏽鋼鑊，因為佢哋真係可以用成世，但係點講用落都有少少技巧。冇信心冇得佢掂，又對易潔塗層有疑慮嘅，可以諗諗近年好興嘅陶瓷鍋具。Irish Oyama 係唔少日本人喺同類產品嘅首選嚟。我差唔多1年前拍過呢套拆得病嘅陶瓷煲仔鑊仔開箱，粗粗地冇幾鏡石咁，用咗成年都冇穿冇爛。雖然有花，好彩上鏡都係咁靚仔，又冇話用多幾次就黐到阿媽都唔認得。易潔程度冇一般易潔鑊咁勁，不過叫做用起嚟唔使乜嘢技巧，只要唔好開大火煮燶啲嘢，洗嗰陣就會好輕鬆噶啦。揾緊呢種搭得埋嘅煲煲餐餐嘅，都不妨望下啦。如果你諗嚟諗去都係想買傳統塗層嗰種易潔鑊，追求輕身靚仔又抵料嘅，就唔可以錯過 Evercook。呢個牌子聽落好似好陌生咁，識貨嘅就知佢喺日本堅好賣。無論中意單隻買定係用超底價一 set 咁買，上日本樂天都大把選擇。除咗基本易潔系列之外，仲有呢個質地一樣但係拆得病搭得起嘅紅色系列，出名超唔黐又勁易洗嘅佢就最好賣。另一條叫 Evercook Alpha 嘅 line 係基本嗰隻嘅強化版嚟，聲稱喺塗層加重料，用落更加襟。限定色呢款同基本易潔系列用料同質地一樣，不過粉紅色咁靚仔啦，要打卡嘅梗係揀佢啦。揾緊最高質嘅易潔鑊，推介所有脫離咗煮飯 BB 班嘅睇下Asahi呢個牌子，佢哋易潔鑊都有幾條 line。要針住日本製嚟買嘅，可以考慮不鏽鋼手柄嘅輕量系列，同埋我買咗呢隻拆得手柄嘅 Allpan Zero。鑄造有幾認真，用料有幾好，但數據出嚟怕悶親你。總之佢就係日本製造，累計銷量超過700萬嘅熱賣經典款。易潔鑊嚟講唔算平，屌落去嗰下有啲肉痛，但係用落真係 get 到啲錢使咗去邊。佢喺明火定電磁爐都用到。拆咗支柄之後，成隻懟入焗爐輕輕焗下都得。之前用嗰啲拆得柄嘅鑊唔可以連柄上火，加上支柄會掂到食物，洗嗰陣仲要洗多樣嘢。Asahi呢個設計就好好多啦，煮完唔使洗支柄，的起隻裝滿嘢嘅鑊仲好穩陣添。一開箱拎上手，覺得佢出奇地咁重，仲重過啱啱出過場直徑仲要大少少嗰隻鐵鑊。呢個重量換嚟嘅係出色嘅傳熱儲熱能力。嫌平時嗰啲易潔鑊得鑊底嗰一圈仔熱嘅，煮落就 feel 到佢貴喺邊。擺啲凍嘢落去嗰下，唔會成隻鑊一日凍撚晒，熱得嚟好勻循，連條鑊邊都熱到上頂。因為呢個特性，只要冚埋跟機隻重稱玻璃蓋，就可以用好少水，極速蒸熟啲瓜瓜菜菜，連南瓜薯仔呢啲硬嘢都係幾分鐘就搞掂。佢冚埋蓋就模擬到好似焗爐嗰種嚟自4方8面嘅熱力。送嗰本書仔有超過50個食譜，話唔止可以用佢嚟焗蛋糕，連麵包都係一隻鑊就搞得掂。新開嘅易潔鑊就算唔落油煮都唔黐，係理所當然嘅。佢有幾線幾易洗，唔使講咁多啦嗬。用咗幾個星期，覺得平時啲易潔鑊做到嘅嘢佢做得好，平時嗰啲做唔到嘅佢都做得到。不過真係要習慣佢冇薄黐黐嗰啲易潔鑊熱得咁快，煮嘢要有喳喳聲嘅，一開波落油之後真係要等耐少少。同埋大家都知易潔鑊唔入得洗碗碟機，煮完要攤凍先洗噶啦。
佢儲熱真係儲得好極致，用佢煮完成餐飯，攤到食撚埋，隻鑊都仲係暖暖地。好似我咁慣咗上碟順手洗埋先開飯嘅，就要忍手，食完洗碗洗到最後先搞佢啦。要講我對佢有幾滿意，點講都好抽象。總之就係趁今次 Super Sale 會自費屌多隻細 size 嘅返嚟，咁滿意啦吓。傳聞日本啲雪平鍋好好用，出名滾得快，煮嘢特別快手。用咗吉川呢隻幾年之後，我可以證實呢個傳聞係真嘅。之前買咗隻傳統款，操用咗幾年，雖然戰績斑斑，但一樣好似新開咁好用。吉川呢個牌子係不鏽鋼廚具嘅專家，日本人買雪平鍋追求耐用又抵料嘅，唔使諗就係佢噶啦。今次買多隻細 size 就揀翻同一個牌子，順手試埋另一個新啲嘅系列。文青款嘅佢上鏡得嚟，仲改良咗倒水隻嘴，比經典款嗰啲倒湯更加順手，唔漏汁。同系列出咗唔同 size， 最細呢隻16cm， 煮一隻出前一丁啱啱好，拎嚟滾2人份嘅麵豉湯佢都夠做。雖然可以另外配隻好靚仔嘅同款煲蓋返嚟，不過用親呢種煲開咗火，未揾到隻蓋，啲水都滾緊。見隻煲蓋我唔係咁常用，今次就忍咗手啦。你有需要用佢嚟冚蓋焗嘢、蒸嘢或者炆嘢嘅就買埋啦吓。諗翻第一次用，唔識嘢開大火，俾佢滾得有幾快幾激進嚇親。用電磁爐嘅話，更容易感受到佢導熱功率同其他煲分別有幾大。平時其他煲要開幾大火，用佢較細幾度就啱噶啦。我啲咁嘅師奶仔買架撐，梗係最中意揀呢啲慳電慳 gas，煮起嚟又快，仲要任省唔嬲噶啦。平時滾下湯湯水水，烚碗粉煮個麵都係拎佢出嚟。佢襟到我操用咗咁多年都未用得爛，冇機會揀過隻。你哋落手之前，記住諗清楚買邊款邊個 size， 唔好後悔啊！屋企冇明火得電磁爐嘅話，除咗雪平鍋之外，仲好值得留意下珐琅鍋具。皆因佢同雪平鍋一樣，導熱功率特別高，開爐眨下眼就熱到透晒。官方話佢最拿手係燜煮煲湯，但我話要體驗佢導熱功率有幾高，滾得有幾快嘅，就梗係拎嚟打邊爐啦。珐琅煲本身係金屬嚟，表面燒咗陣玻璃油，唔會吸味都唔會食色。買隻法式煲返嚟煮咖喱都唔怕。喺日本樂天唔止揾到唔同款嘅珐琅煲，仲有好多其他珐琅廚具，好似食物盒、焗盤等等。日本人貪佢耐酸耐鹼抗腐蝕，拎嚟裝啲多鹽多醋甚至會發酵嘅漬物都得。佢仲唔會好似啲膠盒咁裝完泡菜點洗都仲有陣泡菜味添。無論買乜嘢形狀都可以懟佢入焗爐，擺佢上明火電磁爐就可以直接翻熱，唯一係唔可以放佢入微波爐啫。因為表面係玻璃有嚟，受重擊嘅話面嗰陣的確會爆，但用落又唔覺得佢有玻璃咁脆弱。至少我有隻珐琅兜，操用咗唔止10年都未爆先啦。呢個質地嘅架撐，我 N 年前發覺佢好好用之後，買完一隻又一隻，諗唔明點解佢哋喺香港紅唔起。富士珐琅係日本最出名嘅牌子，款式亦都最多。不過見佢哋間廠喺泰國，而我又想買日本製嘅，今次我就買咗另一隻牌子野田珐琅啦。其實兩隻牌子我都買開，分別都有幾件，用落感覺差別唔大，質素一樣都好好。講咗咁耐，好似都未介紹下隻煲啊！佢係隻25cm矮身燉鍋嚟，專登揀佢嚟打邊爐，平時拎嚟炆嘢煮嘢又得。成個系列原裝都係白色嘅，灰灰藍藍呢隻係喺日本樂天揾到嘅別注色嚟噶。通常第一次喺日本網購啲煲煲餐餐返嚟，都一定好驚寄到嚟會爛。我唔敢100%保證唔會出事，不過喺日本樂天買咗咁多年嘢，只係試過一次俾間濕鳩雜運掉碎咗隻玻璃兜啫。我自己通常針住啲大牌子嚟買，貪佢哋多數原裝都好似今次買嗰啲咁，件件都有用紙盒 pack 到好穩陣，唔係用爛報紙求鳩其包俾你嗰隻嚟。但唔怕一萬，最怕萬一。揀雜運公司嗰陣，記住留意下佢哋嘅賠償機制合唔合理。坊間有啲雜運公司仲有收費嘅額外加固服務，等你再安心啲。今次第一次用落一番，發覺佢哋有比其他雜運公司多嘅免費或者收費增值服務。
好似免費幫你裝好電器跟機個鋰電池，等佢啱規矩上到機，又或者可以加錢叫佢哋加固包防水層等等。最特別係佢哋有貨到付款服務，啱晒唔方便碌卡嘅買家。係就係比起自己直接埋單收多咗手續費。不過萬一遇着鋪頭唔收海外信用卡嘅，呢個服務就好有用啦。講明先，樂一番冇俾錢我買廣告㗎。今次個全球運費回饋制限時優惠，除咗樂一番之外，喺好多其他日本樂天指定嘅合作夥伴都有。大家可以喺 info box 條 link 揀翻自己心水嘅轉運公司。如果有邊間特別好用嘅，記住留言話我知喎。上得日本樂天買開嘢，用得轉運記，梗係順手搭單買多幾件細細粒返嚟啦。要揾高質又實用嘅日用品或者廚房用品，可以睇下 Mana 呢個牌子。我之前都唔知推過幾多次噶啦。佢哋喺日本樂天嘅官方商店有最新最齊嘅產品，除咗出晒名嘅環保袋之外，我仲買過佢哋好撚多廚具。其中特別推介你哋試下呢隻日本製嘅高級飯殼，啲飯煲到幾濕，揾去筆都唔會黐。用咗好多年都冇用過，仲可以掉落洗碗碟機添。另外呢個款嘅批皮器，我用咗10年有多，外表平平無奇，講出嚟都怕悶親你，但係用咗真係翻唔到轉頭。夠利又唔生鏽就基本噶啦，佢比起刀片打橫生嗰啲好批好多，生到幾岩殘嘅薯仔用佢嚟批都一樣咁就手。最重要係10幾年嚟都未試過用佢批親自己。呢個牌子要我忍手，只係買一件嘅，我一定揀佢啫。Mana 啲嘢係好好用，不過堅持買日本製嘅就唔係件件都中啦。另一個喺日本好常見嘅牌子 OX， 日本製嘅比例高好多，大部分廚具同廚房用品都喺日本生產。之前好紅嘅大人之鐵板就係佢哋其中一個系列嚟。今次我就試咗另一個系列嘅3件廚具，包括呢隻拎嚟滗湯又得、隔渣又得嘅湯殼，同埋呢隻生得特別薄嘅鑊鏟。3件入邊，我最中意嘅係隻炒餸夾，黏黏地嘅設計比起直不甩嗰啲用落更加順手，夾嘢仲特別精準。夾頭直邊部分夠長，炒嘢可以貼實鑊底之餘，掃一嘢就可以推晒鑊送上碟。全系列都用咗不鏽鋼手柄，就算晾喺鑊邊都唔怕用，入得洗碗碟機，同時唔怕刮花你隻易潔鑊。但係要注意，佢哋個頭始終係尼龍嚟，話就話冇直膠咁吸味，不過煮咖喱一樣會食色，而且耐熱度真係冇直膠咁高。中意大火煎炸又或者唔係用開易潔鑊嘅，我就會推介你哋睇翻同牌子個不鏽鋼系列啦。覺得香港見到嗰啲日本製乜斤乜斤貴到唔捨得買，上日本樂天可以用佳視價入手就梗係衝啦。日本人都用開嘅原田織物，幾十年嚟都專注做布藝產品，全部嘢都係日本製造。今次買咗佢哋 Kioi 系列一套7條嘅100%純棉抹布，夠索水又唔會甩毛，攤開好撚薄，乾得特別快，仲冇咁易噏臭添。另外一套6條嘅洗碗布，可以自己揀3隻色，比洗碗海綿快乾好多，捽落啲窿窿罅罅又就手啲。估唔到3套入邊最驚喜嘅，竟然係呢2條毛毛布，聲稱濕一濕扭乾之後就可以去油，抹完揾暖水沖沖就好似新嘅一樣。吹到咁大，我本身對佢冇乜期望，煮完餐飯用佢抹過1次爐頭，我就變咗佢 fans。話說我個明火爐頭係瓦面不鏽鋼嚟，無論幾少油漬水漬，清潔劑抹過嘅痕都好撚覺眼。拎去輕輕抹下，乾透之後，不鏽鋼面唔止乜色都冇，仲好撚乾爽添。而家日日煮完飯，用佢求其抹下再攞一攞就可以收工。打完邊爐拍完片，彈到電磁爐又冧冧咁，當然都係揾佢啦。唔係乜嘢清潔劑都落得嘅木台，用佢又得啫。嫌一套2條太少，我都諗住下單買多次噶啦。要揾輕身嘢搭單記，又唔想你買垃圾嘅，不如諗諗佢啦。休息咗咁耐拍呢條片，無論係揀貨、試用定寫稿，都專登落多咗心機，用多咗時間，務求每一句都係試真晒先講。份稿 cut 嚟 cut 去都要講咁耐，都係想你哋俾錢之前知道晒要知嘅嘢，唔好後悔啫。
金主贊助得，梗係想你哋有幾多錢使幾多錢啦。你哋趁 Super Sale 用埋我張獨家粉絲限量優惠券落單，就可以順便幫我跑下數。不過其實你買多件買少件，我條片都係收咁多錢，所以跑唔跑到數對我嚟講唔係咁重要。跑唔到數，最多冇下次啫嘛。嘻嘻。